议长郭信良表示，虽然教育部日前公布私立幼儿园在停课期间6月份的代收代办费用先唔免收，不过在5月停课期间，议员嘛接到未少的家长申请，希望会用按比例来退费，减轻家长的负担。那我接到了陈情，那原则上就中央疫情中心从5月18号就开始停课到这个月的6月14号，那这段期间为期将近1个月哈。那这些学生的一些教的那个师资的教，不管是公立也好、私立也好的幼稚园的收费呢，他们也就有一些意见哈。虽然呢教育部已经有核定呢，就是针对我们的营养午餐啦、材料费啦、交通费呢就要退给人家，6月份开始呢就暂缓缴纳一些费用，但是重点比较多的就是在一些的学杂费里面，那篇幅就偏了将近2/3。那学杂费是不能够退的哈。那而且在公立的部分哦，那老师已经都有编列正常预算在支领了嘛。私立的部分呢，它有行政院这个核定的版本的4.0，它又可以申请补助。所以原则上我是建议啦哈，就是将整个的费用呢全部都不必收。就是呢到几天呢就不收几天，这样呢还符合这个家长的期待。不过，徛伫私立幼儿园的立场，台南市幼教协会理事长王华勇表示，因为公立甲准公共化幼儿园有政府的补助，伫停课无停班的状况，私立幼儿园的收入大约一半拢是支付人事成本，加上其他的营运成本，大约占全部的8%左右。伫政府所困无明确，如果佮加上退费，恐惊会压垮私立幼儿园。这次疫情实在来得太快太急了，那所有的业者都是在仓促的情况之下去做了事后的准备。那第一点，我们遇到的困难，第一点就是我们完全面临没有收入的状况，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停课不停班，所以停课就没有收入了。那不停班，大家都知道一样有支出。基本上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入是0，资是正常，就是停课不停班对我们的冲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？还要退费。退费基本上来讲，我们6月份没有收入就没有所谓的退费，可是我们在5月的下半个月，我们没有上课，有一些东西是要退费的，当然细节可能就是每天元首会比较不一样，可是这是我们面临真正的问题在这里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面临这2个问题。第3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？不确定性，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我们的停课到6月14号以后，如果继续停课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因应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员工？因为基本上员工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，我们也不希望他整个从6月下半旬以后是没有收入的。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到大家的基本生活。可是业者本身如果长期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没有收入的话，他的支撑能力到底有多久？虽然现在是停课的期间，不过厝内如果无人照顾，还是有家长会将小朋友送到幼儿园。而幼教的老师同款是爱上班。伫同款的人事成本甲营运状况，这私立幼儿园嘛毋知影会用挡偌久。对此，市府教育局回应，已经向中央来争取，一旦相关的补贴甲执行的细节公布以后，教育局嘛会马上通知各私立幼儿园提出申请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